OK， 準備好啦未 ？OK， 聽安聲起步，聽安聲起步。好。車就上到4圈，不過我呢個彎入。好啦，咁啊，等個聲灑啦。下一 group 係 B 組啊！靚過你下爭啲，哎呀，又係掂到迪生啊！迪生執迪生先啊！右下角。B 組準備啦嚇！唔該，出直落一步。下一組嘅比賽會係 B 組嘅第三輪。而家變咗歐皮4車，頭車泥水，2車天棉，3車大龍，4車歐皮，5車空，6車迪生啊！哇，非常之緊張啦！哇，頭2車相差2秒，咁啊2、3車14秒，3、4車係0.6，4、5係0.4，5、6係0.6，咁啊都好接近啊！後邊嗰集。頭車都已經帶出㗎啦。下一組係 B 台底2步組啊！都到啊！仲有2分30。好 B 組嘅準備啦，仲有2分30啊！哎呦，泥水頭車2車歐皮3車迪生啊！咁啊，但係啱啱歐皮又跌一跌。哦，唔好嗌歐皮個名喎。A 生係咪 A 生？而家暫時2車應該係。咁啊，頭2車相差12秒。哦，迪生2車3車天棉，4車係 A 生啊！哎呀，出直路一步。睇翻頭3車啊，頭車係泥水。咁啊，2車迪生。哇，迪生開始越嚟越跑翻自己嘅節奏啊！咁啊，一起步有少少意外。哎呀！咁啊，阿邊個又上咗一位啦？啊，邊個話唔好叫佢做邊個？我係邊個啫？好啦，頭車依然泥水，24秒半啊，仲有1分14啊！頭車依然係泥水，2車迪生，3車歐皮。好 B 組嘅朋友準備啦，好快到你哋啦 B 組啊！仲有45秒。哎呀，有車，出得翻嚟冇事。仲有30秒。喂，揸花底啊 ！B 組嘅準備啦，好快到你哋啦 B 組。我頭先泥水啊，仲有15秒，2
二車迪生，三車邊個？四車 Timmy， 五車龍仔。哎呀，直路小心。OK， 清咗冇事。keep going，未完㗎。咁啊，迪生突破咗個人最佳啊！二車有啲轉上到，係嘛？收後車泥水，二車迪生，三車歐皮，四車 Timmy， 爭阿龍仔未衝。OK，all car finish。3揀2嘅情況下，泥水3轉全1啊！二車龍仔，三車歐皮，四車 Timmy。